嗱，一個 C 楞四嚿嘢，四嚿都相同，咁佢同佢嘅 mirror image，咁我打開嚟睇啦，嗱，完全一樣㗎，兩個。嗱，咁你見到我可以咁樣擺埋 ，OK，佢完全係 superimposable，即係可重疊，完全一樣嘅。咁一個 carbon 等兩個 group， 第一 group 就係綠色，第二 group 黃色，咁呢個都係嘅。兩個呢個係 mirror image 啦，咁兩個一擺咧，又係啦，完全一樣㗎啦 ，superimposable。跟住你見到啦，呢度三個 group 啦，一個 C 楞個黃色、紅色同兩個都係白色，即係三個 group 啦。咁佢同佢嘅 mirror image 咧，係啦，咁我擺啦，嗱一模一樣㗎，你見到 identical 啊。最尾呢個咧，一個 carbon 楞四個唔同 group 啦，紅色、黃色、綠色、銀色。咁呢個好明顯係 mirror image 啦，係咪？你照鏡㗎嘛，咁嘅樣啦。OK， 咁你發覺咧，我點樣擺咧，佢哋都係不同嘅。OK，咁呢兩個係啦，我銀色同黃色擺咗相同位，咁個紅綠永遠都唔一樣㗎啦。OK 嘛？所以呢個就係 non-superimposable 不可重疊，兩個係不同的，所以佢哋係 stereo isomer 或者叫 enantiomer 啦。